你好，我是坤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提到皮肤红肿，而且痒到抓破皮流血，甚至整晚都睡不着觉的毛病，我想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异位性皮肤炎。加上如果是夏天，有学生大考，有毕业求职的压力，听说都让患者的症状加剧。当然，除了我们传统的帮助患者疗法，另外给患者的福音就是第一支生物制剂在2019年通过健保给付。那我们今天都要好好来分享。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皮肤部廖怡珍医师，有请廖医师先跟观众问好。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皮肤部廖怡珍医师。好，欢迎廖医师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我们这次的主题哦，异位性皮肤炎到底是怎样一种皮肤病？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认识。异位性皮肤炎，基本上是一个反复、慢性且持续性的疾病。大部分的患者在出生6个月左右，甚至是之前，就会有皮肤的症状。那形成的原因，大多数是跟遗传、跟环境都相当有关系。好，我们接下来就一一来针对这些主题来跟大家做发挥哈。那根据我手边的资料，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已经是台湾皮肤科门诊求治的第1名哦。那就医生了解，大概有多少人被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所困扰？它的盛行率如何？然后是不是每个年龄层都容易发病？依照目前国内的统计，我们目前台湾的盛行率大概在5到10% 左右。好发的年龄就像刚刚所提到，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在6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临床的症状。那临床的症状，会依患者的年龄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别。如果说是1岁之前的婴幼儿，他们的病灶主要是大部分在头颈部为多，尤其是双颊跟头顶为多。皮肤的病灶有可能呈现明显的泛红、脱屑的现象，头顶的部分有可能会甚至形成黄色的脓痂等等。当然，这有可能跟小朋友他们在搔抓的时候，主要的范围是以脸部及头颈部为主有关系。那如果说是我们说的儿童或是学龄的儿童的话，他的病灶慢慢就会到我们四肢的屈侧为多，譬如说是关节的弯曲处、膝窝后等等。那因为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长期的自我控制，反复的搔抓跟发炎，甚至皮肤都有可能呈现过度的干燥、脱屑，甚至续发性感染的现象。因为什么提到这个异位性皮肤炎跟湿疹有相关？他们2个之间的关联大概是怎么样？湿疹的话是我们广称皮肤发炎的一个统称。那异位性皮肤炎的话，我们对它的定义就比较明确。首先呢，它必须跟家族史以及过敏史是有关系的。通常罹病的患者，他们可能有一些过敏的家族史，不一定单纯是异位性皮肤炎，当然也有可能是气喘、鼻子过敏、过敏性结膜炎、慢性荨麻疹等等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再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它在临床症状上，在不同的年龄可能会有一些相对上比较特定的表现，我们才把这一类的患者归纳成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为什么有些严重到需要去住院治疗？这是怎么回事？首先是这个发炎的反应是全身性的，不同的患者他们可能因为不同刺激的原因，所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如果没有适当的就医，反复的搔抓会在表皮造成过多的伤口，如果造成续发的细菌性感染，有些患者确实是需要住院，给予系统性的治疗，才能使病期得到缓解。所以它有所谓的慢性期跟这个急性期的这样一个级别嘛？那如果换言之，就如果它控制得宜，是不是可以可以进入不要到慢性这样子？没错，所谓的急性期的病灶，大部分是呈现比较急性的泛红、脱屑的现象。就像刚刚前面所提到，可能因为过度的搔抓会造成表皮的伤口，而造成表皮菌、细菌的感染等等。那如果是慢性的病灶，
大部分的患者呈现的是广泛性的粗糙、脱屑、过度干燥的现象。当然，这跟异位性皮肤炎它本身患者的表皮的屏障因为缺损，所以会造成过度的干燥的息息相关。OK， 医生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发生的原因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详述一下，这个造成大家困扰的原因大概是什么样？主要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遗传的因素。那遗传的因素，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可能家族史里面会有过敏性的病史，譬如说是鼻子过敏、气喘、过敏性的结膜炎、慢性的荨麻疹等等。那这一类的患者，他们在抽血的时候，体内的 IgE 相对上数值是偏高的。那如果是环境的因素，可能会因不同的患者会有不同的差异。有些患者可能是温度或湿度的变化，有些患者或许是情绪、压力。那有些患者或许是外在的因素，譬如说食物或者是接触都可能都有影响。主要也是所谓一种免疫的一个功能失调嘛。是异位性皮肤炎基本上是第二型的免疫反应。对，那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几类的过敏性疾病，他们的过敏反应是相似的。医生为什么提到一个所谓伴随着这个血清型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升高，这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抽血的检查，可以判断说患者或者是他的家族里面是否有过敏性的倾向。那刚刚在医生提到这个遗传因素当中有这个家族的过敏性体质嘛，所以除了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之外，还有哪一些相关的疾病可以顺带提醒观众朋友知道？譬如说有气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荨麻疹，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这次的主题异位性皮肤炎等等，这是几种比较常见免疫相关的过敏性疾病。刚医生就提到是一开始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是好发在婴幼儿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作位置会改变所以请医生再详细谈一下它所谓的临床的一个症状跟好发的位置。刚开始的1岁以前的婴幼儿，他们的临床症状主要是以头颈部为多，脸上的话通常是在两颊会有明显泛红的现象，还有脱屑。那有的时候因为湿疹样的病变，可能会结了薄痂。那在头顶的部分，有一些婴幼儿他们会有黄色的脓痂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在婴幼儿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他临床上的症状。所以他这种状况，其实他自己也很难去避免他去抓搔抓，对不对？是，所以我们通常会卫教新生儿的父母，可以给他们戴棉质的手套，避免他们就是即使是很薄的手指甲，仍然会在脸上造成过多的伤口。是，那即使如果说是全身都有这样的病灶的话，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面积严重程度的指数评量，所谓的 EASI 这个东西？是，我们确实有依患者的体表面积的大小，以及红肿脱屑的状况，我们会定义这个 ASI 这个标准，来评量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严重度。当然，这个分数越高，就表示患者的严重度是越高，表示他目前控制的状况是越不稳定的。OK， 那像我谈到这里以后，我想不管是对患者或对医生你们来讲，这个你觉得异位性皮肤炎最难缠跟最棘手的地方是在哪里？我想，对于所有的病友以及所有病友的家庭来说，最困难跟最难缠的是，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疾病只能做一个有效的控制，而无法完全根除的状况。但是一般听说也会影响到，当然除了自己的睡眠或是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之外，听说也是造成这个身心症比一般人还高，对不对？没错，如果是比较幼小的小朋友，他们会因为睡眠的不充足，以及一年四季可能一直反复的搔抓，会造成他们可能在学习上面，或者是学习上面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在夜眠上面的品质上面影响。那如果是成人的患者的话，夜眠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困扰。当然相对上，因为皮肤的红疹，也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社交功能上面的影响。就觉得外观这样丑丑的这样那既然这个皮肤炎这个很难缠跟棘手，那我们接下来再谈谈这个治疗目前在口服药上面有哪些选择？
目前我们国内健保给付下，我们通常给予患者的第一线治疗是抗组织胺，这类的药物它可以缓解病人瘙痒的状况。当然，这类药物有一些缺点，例如说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可能会造成患者的嗜睡以及口干的现象。但除了这之外，对患者的健康长期服用之下，并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第二类我们会选择的药物主要是口服的类固醇。那口服的类固醇呢，通常我们用在急性期的患者，可以有效的造成就全身性发炎性反应的有效控制。但是类固醇是一个不宜长期使用的药物，我们会依患者的状况，做一个适当的剂量的调整，甚至是停用，去减低副作用形成的状况。再过来的话，我们会使用一些免疫的调节剂，或者是我们称为免疫抑制剂项的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通常我们会摆在第三线，主要的原因是它有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影响，或者是一些骨髓抑制的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使用到这样药物的时候，我们会伴随定期抽血的检查，来达到有效的监控跟避免副作用。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需要追踪这个血球数量跟这个血压这个风险，这样。对，依不同的药物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副作用。所以刚刚医生提到这个类固醇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的副作用，可能大家是非常恐惧哈。那刚刚提到有可能是不用吗？既然它这么多副作用，可以不用吗？主要是类固醇，大家都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恐慌对，但其实在治疗异位性皮肤炎上面，它是一个快速而且有效的口服用药。其实每一个药物难免都会有它有可能的副作用。我们医师的职责是在有可能的副作用跟达到有效病情控制之间，去取一个比较绝佳的平衡点。也当然也希望病友或者是病童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个概念了哈。那我想除了口服药之外呢，目前我们搭配治疗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外用药有哪些？目前我们常用的外用药当中，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口服所提到的，我们通常使用的第一线用药是局部的类固醇药膏。但当然，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目前我们只能有效的控制，没办法根治，所以这个局部的类固醇药膏可能我们会使用的时间就相当的长期，而且频繁。那当然，类固醇药膏也有可能有它的副作用，例如可能会让皮肤变薄、微血管增加等等。所以我们比较专科性的皮肤科医师，我们会针对患者患处不一样，皮肤厚薄部的不一样，我们会选择不同强度的类固醇药膏，来达到有效的控制以及避免皮肤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所谓的药膏也是算是顶级强度的成分吗？如果说这个依照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类固醇药膏分7个强度，由强到弱，依不同的剂型，我们会使用在身体不同的区域。对，当然也会因患者的年龄，在选择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建议。那除了这之外，我们还会建议使用一些就是免疫抑制剂的药膏。这一类的药膏它能有效的控制病情，也可以就是避免类固醇药膏的副作用。那目前健保它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如果遇到合适的患者，我们同样也会开立给他们做治疗。那除了这2项之外，另外保湿乳液部分，医师也会开立吗？基本上这属于居家保养的部分。我们健保的药膏里面确实也有保湿剂，就像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异位性皮肤炎，因为患者表皮屏障上的受影响，所以会形成长期而且异常的干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开立药膏的时候，同时会开立部分的健保有给付的保湿剂给患者，一起合并使用，来达到效果。只是毕竟这个保湿剂有一些患者因为面积比较大，再加上比较干燥，对，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会自己搭配使用一些家用品，或者是凡士林，也可以达到一样保湿剂的效果。那有些病人会担心说，这个药膏擦完之后会湿湿的，
就是觉得会黏黏的，或者说什么觉得会长痘痘之类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保湿剂的选择？如果说是夏季，对，或者是患者觉得自身的状况还没有那么干燥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水性、清爽型的乳液。我们建议患者使用这样的保湿剂。但是当皮肤是大范围的干燥，以及譬如说冬天比较干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使用乳霜型的保湿剂，这样子在不同的区块才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就是有一款新的这个保湿产品，叫做尿素，这个部分医师有稍微介绍吗？是您提到的这个尿素，就是我们目前健保有给付开立给患者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我们都会一起刚刚前面所提过的类固醇药膏以及免疫调节药膏等等，我们都会一起开立给患者带回去使用。所以药膏就是选择其中一种来开立，然后依照他的患者的强跟弱这样逐一来开立，不会同时间来开立多种的药方吗？会，我们就是像刚刚您所提到，我们会依照患者不同的地方，譬如说脸部皮肤比较薄，或者是躯干部分皮肤比较厚，选不同强度的，给患者使用。了解，好。那我想，毕竟刚刚提到药也是毒只要能够治疗，就会有副作用，会影响其他的生理功能。所以民众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应该了解，跟医生做进一步的讨论。那如果刚刚提到第一线跟第二线药物，如果都比较没有明显的效果，那医生你会选择所谓的照光治疗，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目的。目前的话，我们的健保制度还有给付全身性的照光治疗。那这个呢，我们会通常建议在中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那主要是在医疗院所之内，我们会有紫外线照光的机器。那这个机器它是全身性的，那有环形的灯管。我们会建议患者1周来医疗院所2至3次，做这种全身性的紫外线治疗，来达成控制全身发炎反应。只是因为紫外线这样的治疗，我们通常不建议在比较小无法配合的幼童。还有就是我们会建议使用在比较大面积的患者。是。所以它是紫外光，那也跟这个太阳光的紫外线是一样的，所以它也应该会有晒黑的副作用吗？是有可能，这个确实有一些患者他们会担心有晒黑的疑虑。对，所以我们在剂量还有就是紫外线的选择上，我们会依患者的需求做一些些许程度的调整，因人而异。对，一次疗程大概多久？要看患者的临床症状，何时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以及缓解。OK，好，那我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疗法之外，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就是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生物制剂哦。那请医生来说明一下目前这个运用的状况如何？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异位性皮肤炎目前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但是根据前面的口服药、外用药及照光治疗之后，确实有部分的临床患者，他们临床症状仍然持续，而且无法有效控制。对。因此，在2017年的时候，首剂的生物制剂上市，那它可以有效的控制异位性皮肤炎发炎的反应。那它是针剂的治疗。是，会效果怎么样？目前的使用上，如果患者他能够按照规则的疗程治疗的话，大概4个月之后，患者都可以达到7至8成有效的病情控制。但这个部分根据这个美国 FDA 他们的核准的项目，其实好像不只像我们运用在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他们还有在很多其他部分做一些辅助的治疗方法。是在美国核准的适应症当中，除了异位性皮肤炎之外，还有他们也可以就是适应症也里面有包含气喘的患者的部分。是那他们在异位性皮肤炎的部分的适应症跟我们国内是比较不一样的。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适应症就是核定在12岁以上的中重度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但是在我们国内呢，是2018年5月的时候，核准了就是18岁以上中重度的成人型异位性的患者，而且要求我们刚刚说的 AC 的分数是必须大于
是有一定的限制，而且体表面积是要30%以上。但是在今年的5月对，它有核准了，就是12岁到17岁青少年中重度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当然有个备注条件，体重是必须大于60公斤以上，这是我们跟美国核准适应症上面的不一样。了解。那我想这个所谓的生物制剂从研发到问世，一定是投入相当庞大的一个时间跟成本所以它的价值也反映在价格上面所以目前使用上我们还是非常严格来做控管，那需要申请审查。我听说国内只有10例，不是吗？是目前。那我们目前用这个健保这样的资源来对抗疾病那刚刚提到相关健保给付的规范之外呢，有没有不良的药物反应？目前呢，这个生物制剂在使用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目前在2017年才 FDA 认可上市，所以目前我们发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病友在使用上，我们发现到它容易会有结膜炎的产生。结膜炎。但是这结膜炎的产生还不至于影响视力，大部分的患者在使用眼药水之后，症状会比较缓解。再过来，我们发现到，在使用生物制剂之后的病友有一部分的患者容易会面部潮红的现象。对，当然不是每一位患者，但确实有病友会有这样的困扰。目前我们还试着在利用一些其他的外用药膏上，还去帮他做一个辅助。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未来可以朝向根治，或者说让患者重拾健康这样的方向。应该说持续的施打，确实可以让患者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但是在根治上面，或许有可能在停止使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之后，慢慢这个疗效有可能会慢慢的减退。那国外的部分，他们有这样案例吗？比较成功的案例，对。目前的话，我们标准的治疗是2个礼拜要施打1剂，这是建议的剂量。对，但是这主要还是要牵涉到我们目前国内健保的规范等等。了解。好，那我想刚刚提到整个治疗过程好像是一个接力赛那最后出场的这个生物制剂就是最强的跑者来接手。那医生面对这个异位性皮肤炎，需要有什么正确的一个态度？首先要呼吁所有的病友们，现在的医疗资讯非常的发达，但是最重要就医之前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正确的诊断。所以有任何皮肤的病灶的时候，请各位就不要以讹传讹，或者是用网络的图片，自己下了错误的诊断。希望能够到皮肤科的医疗院所，首先先做一个正确的诊断。这个是希望呼吁大家在就医之前一个最重要的态度。听过有人去乱服偏方，没有照这个正规的疗程吗？在我们行医的过程里面，我们确实会遇到这样的病友，或者是家属的好意，使用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不论是口服或外用的，造成疾病更加严重，无法控制。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现象。了解。那我们最后来谈一下所谓的居家照护，大概进行哪些部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皮肤会过度的干燥，对，所以首先第一个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患者可以大量的喝水。那像目前天气比较炎热的状况下，如果大家是待在空调房，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可以建议室内可以摆一盆水，增加湿度，包括寒冷的冬季也是。那饮食的部分会建议尽量避免辛辣油炸类的。那本身最贴近身体第一层的衣物，建议是以纯棉为主。再过来的话，就是有一些寝具的部分，我们会建议定时的清洗，以及曝晒在阳光之下，可以避免尘螨的滋生。再过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建议患者每日的居家照护里面适当的使用保湿剂，我们可以让临床的症状得以缓解。就不管冬天或夏天都可以使用的。是。还有一个提到是不能够去玩这个绒毛玩具，或是不养宠物，这好像对很多小朋友很残酷。是如果说有机会接触到绒毛玩具或者是宠物的话，建议这样的病友在接触之后要洗手。对，而且避免就长时间大面积的接触，我想适度一下，应该是 OK 的。
洗澡的那个水温大概是要怎么样才比较适合这个患者？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在沐浴的时候，水温呢是以接近皮肤的温度、舒适度为主，不宜过冷或过热。那清洁剂停留在皮肤表皮的时间，尽量不要停留太久。那泡澡的部分，如果在急性发炎期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建议。对，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温泉里面会有一些其他，例如硫磺比较刺激的东西，就是不能泡温泉就对了。对，在急性发炎的时候，我们并不建议。是，那也要避开一些所谓的这个过敏的食物哈。是，因为避开过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对，因为每一个患者他对过敏的食物的反应都不是很一样，比较常见的是有壳的海产类啊。如果说每一次在食用有壳的海产类或任何一种其他的食物或植物之后，它会有过敏的现象，那我们会建议可能之后要尽量避免这样食物的摄取。可对婴幼儿来讲，就是说他一开始可能不会接触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他我们要怎么样挑选？比如说用母乳或者用什么方式来取代？当然，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在婴幼儿的时候，母乳是目前最不容易过敏、最天然的养分来源啊。是。那在患者在病友、病童他们6个月之后，如果开始要添加副食品的话，我们会建议一次以添加一种食物为主。也就是譬如说，他刚开始如果吃白粥，我们就先吃白粥。如果没有过敏的现象，我们再加一个副食品进去，循序渐进。如果说在加了某一种食物之后，他开始有过敏的现象，可能要劳烦病童的父母，还要做个记录，以后病童可能尽量就要少摄取这一类的食物。了解，有人提到这个服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异位性皮肤炎，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关于益生菌的摄取呢，目前还不在我们就是正规而且标准常规的治疗里面。对。好，那我想刚刚提到这些生活态度当中，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不管是有伤口，然后再去抓痒，然后再可能再反复发作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有没有什么在生活的环境上面这些？对。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第一个是正确的就医的途径，再过来就是生活习惯的维持，再过来像这样的患者要居住在温度跟湿度相对都比较恒定的环境，那保持身心状况的健康，这样子情绪的压力比较稳定的状况下，病情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好，了解。那我想我们今天谈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主题，我想对患者来说应该是这个忧喜参半哦。虽然遗憾这个罹患这种非常难缠的疾病，不过现在这个生物制剂的问世，我想应该可以大大的改善病灶，让我们大家能够一步一步重拾健康。那今天非常谢谢医师的分享，给我们大家上了很宝贵的一课。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再会。